即马总统的参选人赖清德等下甲萧美琴来举行记者会，那么随来看现场上新的状况。台南师范附小的毕业生，也念后甲国中，也考上了台南女中，后来赴籍美国，在他完成哥伦比亚大学学业之后，年纪轻轻，因为对台湾的爱，回到台湾从基层开始做起，先后担任过吕秀莲前副总统的助理，也担任过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，负责民进党国际的各项工作，也曾经接受民进党的征召，到台北，也到花莲艰困选区作战，前后担任了4届的立法委员，在2020年更接受了蔡英文总统的嘱托，前往美国担任驻美代表的工作。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，美琴不管是在哪一个工作，表现都非常的杰出。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只要跟美琴有稍认识的话，都不难看出，美琴至少有3项特质。第一个是，她从不为自己的利害、胜败来着想，她是一个愿意牺牲奉献的人呢。所以我刚刚有提到，艰困选区，不管是在台北或是在花莲，特别是在花莲一蹲就10年之久，赢得大家的肯定跟支持。第二个是，美琴是一个积极、认真、负责、全力以赴的人。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过去3年4个月，中华民国台湾驻美代表的工作上面，他不仅仅是遭逢中美的冲突 ，COVID-19 的期间，又或者是台湾面临的种种挑战，但美琴运用她的专业，也运用她本身的工作的这个特质，一一解决了每一项难题，不仅仅成功了让美国在台湾疫情期间赠送数百万剂的疫苗给予台湾，同时呢，也成功了让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成为有史以来互相信任最好的关系，这些通通都是美琴的贡献。赖清德是表示讲萧美琴捌经营地方，嘛捌伫美国担任驻美代表，拢表现甲真好。伊的特色就是真谦虚，阁有牺牲奉献的精神是上适合的副总统人选。2个人嘛按说讲明仔载就去中山回来登记。